那即阵啊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无法度出国，加上有连续假期，颠倒咱国内的旅游是真兴。大家家己赛车出门，高速公路的休困站人马可可。今年8月份的营业额就比去年同期加要1成外。根据高速公路公路局统计，年初受到疫情影响，国道休困站业绩落甲真严重。不过后来疫情转好，休热期间业绩甲去年同期相比，成长13%，其中新竹关西服务区成绩成长40%至50%，尤其是便当常常卖甲欠货。有时候来是刚好错过时间了，但是这一家很有名啊。中秋连假4天的话，第一天。当然，这个大家要出游的民众会显著的增加，我们已经尽量有增加量，不过确实是排队的人潮真的是太多。除了国道休困站的人可入住，第游乐园嘛是人山人海。北部一间游乐园统计，这4天假期算落来，有超过3万的游客入园。因为园区里面今天好像有一些万圣节的那个装饰嘛，所以就想说带小朋友他们一起来玩一下这样。中秋连假前3天呢，园区已经涌入了23000人次的游客入园。那整个中秋节连假，我们预计有3万人入园游玩。下礼拜还有3天的国庆连续假期，提醒民众观光景点的人满4-3，出门佚佗游玩嘛是爱做好防疫措施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